哇！各位街坊，真係要即刻停低聽一聽先，因為呢件事真係同你個荷包息息相關，仲要係非常有時效性嘅。你冇睇錯，我亦都冇講錯，中電又要派錢啦！今日係2026年3月16日，我收到最新嘅風，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準備喺2026年3月27日正式啟動新一輪嘅消費券計劃。今次每戶可以攞到100蚊嘅消費券，雖然你可能會話100蚊啫，食餐飯都未必夠。但係喺而家呢個乜都加價嘅年代，有得攞好過冇得攞。最緊要係要知點樣攞，幾時攞，同埋點樣先可以用得最精明。我今日就會同大家拆解晒成個計劃嘅來龍去脈，由資格拎發到嗰個關鍵嘅2026年3月27日到底發生咩事，一字不漏咁話晒俾大家知。講返呢個中電消費券，其實唔係第一年搞，但係點解今年2026年特別受關注呢？因為過去呢1-2年，大家感受到嘅電費壓力真係唔細。雖然燃料費好似回落咗少少，但係整體生活開支仲係好高。中電作為一間賺大錢嘅公用事業公司，佢哋嘅節能基金每年都要撥一筆錢出嚟回饋社會，而今年呢筆錢就特別針對返一啲基層家庭、長者同埋劏房戶。根據消息，2026年嘅撥款總額高達5800萬港元，預計會有超過50萬個家庭受惠。你諗下，50萬個家庭，即係你同我身邊嘅鄰居，隨時都有份攞呢100蚊。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邊個有得攞？係咪只要係中電用戶就有？今次中電嘅做法同往年差唔多，但係喺名額分配上有少少調整。首先係嗰啲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俗稱綜援嘅家庭，佢哋係必然嘅受惠者。第二類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者，即係我哋屋企班老人家。呢班老人家辛苦咗大半世，中電呢100蚊雖然唔多，但買下米、買下油都係一點心意。第三類就係住喺劏房嘅住戶，呢班人最慘，因為佢哋好多時都冇獨立電表，要俾貴電費俾業主，所以中電特別留咗一錢俾佢哋。咁如果你係一般中產家庭呢，或者係住私人屋苑嘅普通打工仔呢度就要留意啦。中電今年會有一部分名額係透過社區組織同埋非牟利機構去派發嘅。如果你本身係一啲 NGO 嘅會員，或者你住嗰區嘅區議員特別勤力，佢哋可能會幫大家爭取到一啲名額。所以由而家開始到2026年3月27日之前，你一定要留意住你屋企門口個信箱，或者去附近啲社區中心問下。講到2026年3月27日呢個日子，點解咁重要？因為呢一日就係中電正式開放電子消費券兌換嘅日子。以前我哋攞呢啲券，好多時都係要等郵差寄張紙過嚟，然後去超市或者藥房用。但係2026年啦，大家都要進步，中電今年大力推行電子化。如果你係中電嘅智能電表用戶，又或者你有用開佢哋個手機應用程式，你就會發現2026年3月27日嗰日，你個 app 入面會彈個通知出嚟，叫你領取呢100蚊嘅消費券。大家一定要記得，呢100蚊消費券係唔可以直接用嚟扣電費嘅。呢一點好重要，好多老人家以為攞咗券就可以少交100蚊電費，結果去到交費處先發現唔係嗰回事。呢100蚊係要你去返指定嘅零售商或者食肆用嘅。中電今次好聰明，佢哋同超過2800間本地商戶合作，主要都係啲中小企，例如街市嘅菜檔、屋村嘅茶餐廳、小食店，甚至係一啲舊式嘅辦館。點解要咁做？因為中電想營造一種社區經濟圈嘅感覺，將呢5800萬留在社區入面流轉，而唔係全部去晒大超市或者大連鎖店嗰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用呢100蚊嘅小撇步。如果你係喺2026年3月27日攞到張券，唔好即刻衝去用咗佢。點解？因為好多商戶見到中電派券，佢哋都會搞一啲配套優惠。例如有啲茶餐廳會推出中電消費券特餐，你用張券俾錢，佢可能送多杯凍飲或者一份西多士俾你。又或者一啲藥房，你買夠150蚊，用咗張100蚊券，佢剩返嗰50蚊俾你打個9折。呢啲資訊通常喺2026年3月底嘅時候，會喺啲社交媒體或者區內嘅 WhatsApp 群組傳到飛起，大家要睇定啲。
再講多少少關於個時間表。雖然2026年3月27日係開始可以使用嘅日子，但係其實中電喺2026年年初已經開始做緊登記同埋審核嘅工作。如果你係屬於嗰啲要經社福機構申請嘅類別，其實你而家就應該要去問下，因為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等到2026年3月27日先去問，可能已經太遲啦。我聽聞有些區嘅名額喺2026年2月尾已經爆咗一半，所以呢件事真係要快手。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會問，點解中電唔直接減電費，要搞咁多嘢派消費券呢？呢個就涉及商界嘅公關技巧啦。直接減電費，大家可能交少100蚊，交完就忘記咗。但係派消費券，你揸住張券去買嘢，你會記得呢100蚊係中電請我食飯嘅，呢種品牌效應大好多。而且，正如我頭先所講，派消費券可以幫到本地小商戶，喺政治層面上，呢種做法叫共創價值，對中電嘅形象有極大幫助。我哋再細心睇下2026年呢個年份，其實2026年係香港能源轉型嘅一個關鍵年份。政府同2間電力公司簽嘅管制計劃協議一直都受到公眾監督，中電喺呢個時候派錢，其實都係想喺調整電費嘅時候減少一啲民間嘅怨氣。雖然100蚊唔係好多，但係如果你屋企有2位長者，2個人加埋就有200蚊，200蚊去街市買餸，其實可以買到好豐富，夠食3-4日㗎啦。對於一啲唔係好識用智能手機嘅長者，我真係要呼籲各位做仔女、做孫嘅幫幫手。2026年3月27日嗰日，幫阿公阿婆開返個中電 app 睇下。如果佢哋係攞實體券嘅，記得幫佢哋睇清楚張券嘅有效日期。通常呢啲券嘅有效期都唔會好長，可能去到2026年6月或者9月就到期。如果放到過咗期先發現，咁就真係好浪費啦。仲有一點要留意，就係防騙。每次有呢類消費券計劃，2026年都唔例外，一定會有啲衰人出嚟搵食。佢哋會打電話俾你，或者傳個短信俾你，話你中咗中電消費券，請按此連結登記攞100蚊。大家聽清楚，中電絕對唔會透過電話或者短信要求你提供銀行戶口資料或者信用卡號碼去領取消費券。如果你係中電用戶，所有嘢都會喺個 app 入面搞掂，或者透過你本身交電費個地址寄信俾你。如果有人叫你俾錢先可以攞券，或者要你提供個人密碼，9成9都係騙案。我哋再深入分析下呢2800間商戶。2026年嘅名單入面，增加咗好多新元素，例如而家好流行嘅一啲綠色小店、有機農產品攤位，都加入咗中電嘅商戶名單。呢個同中電推廣低碳生活嘅方向係一致嘅。如果你想用呢100蚊用得有意義啲，可以考慮去呢啲小店買嘢，既可以支持本地農業，又可以實踐環保。另外，大家要留意返，呢個消費券係分區嘅。雖然大原則係全港中電供電區都得，但係有啲小店可能只係收返自己區嗰啲客。不過根據2026年嘅最新安排，電子券嘅流動性會大好多。你喺觀塘攞嘅券，去到屯門一間參加咗計劃嘅茶餐廳，理論上都係可以用到嘅。呢一點比起幾年前要分區實體券方便得多。我想同大家計一計條數，雖然話係100蚊，但係中電今年喺推廣節能方面都落咗唔少本。如果你喺領取消費券嘅同時，參與埋佢哋個全城慳電計劃，如果你屋企2026年初嘅用電量比2025年同期低，你仲可以賺取度賞積分。呢啲積分又可以換返超市禮券或者電器優惠券。所以2026年3月27日唔單止係一個領取消費券嘅日子，更加係大家重新檢視自己屋企用電習慣嘅好時機。如果你係住喺港島區嘅朋友，可能你會問，咁我哋香港電燈有冇呢啲嘢啊？港燈其實都有類似嘅基金，但係派發嘅方式同時間表通常同中電唔一樣。我哋今日重點講中電，係因為中電覆蓋嘅範圍真係好大，九龍、新界、大嶼山，基本上香港大部分人口都係中電嘅客。所以呢個2026年3月27日嘅消息，影響力係全港性嘅。講返啲細節位，
有朋友問我，如果我係租客，電費單個名係業主嘅，咁點算？呢個問題好典型。喺2026年嘅新安排下，中電建議租客同業主溝通。如果你係住喺劏房而又有獨立電錶，雖然呢個情況比較少，你可以憑租約去申請。如果你係租緊人哋成層樓，電費單名係業主，咁張券通常會寄去嗰個地址。所以我成日話，同業主關係搞好啲係有着數嘅。如果業主好人嘅，佢會將張券俾返你；如果業主唔係住喺度，或者唔想煩，咁你就可能要同佢傾下點樣分呢100蚊。其實呢100蚊消費券背後反映嘅係2026年香港社會嘅一種互助精神。中電雖然係大財團，但佢透過呢種方式將一部分利潤分返俾社會。而我哋作為市民，除咗多謝之外，最緊要係懂得點樣去運用呢啲資源。2026年3月27日，大家記得喺手機個日曆度畫低佢。嗰日朝早飲完早茶就打開個 app 或者去信箱睇下，驚喜可能就喺嗰度。我想再強調一次，呢100蚊消費券係唔可以兌換成現金嘅。你唔好諗住拎張券去街市門口揾人收，100蚊換90蚊現金。首先，咁樣係違反咗計劃嘅守則，商戶有權唔收。其次，呢100蚊本身就係想你去消費，刺激經濟。2026年嘅經濟環境雖然穩定，但係零售業依然好需要我哋支持。你用呢100蚊買一打蛋、一包米，對嗰間小店嚟講，就係實實在在嘅生意。如果你喺使用過程中遇到問題，例如去到商戶度佢話唔收，或者個 app 壞咗領取唔到，你可以點做？中電喺2026年增設咗一條專線，專門處理消費券嘅查詢。大家可以打去中電嘅客戶服務熱線，或者去佢哋喺各大商區嘅客戶服務中心。我建議大家，特別係後生仔，如果見到街上有老人家揸住張券一臉茫然，不妨主動問一句，幫佢哋睇下邊間鋪頭收。呢種鄰里之間嘅溫情，有時比嗰100蚊更有價值。總括嚟講，2026年3月27日係一個大家都要記住嘅大日子。突發嘅消息往往最震撼。中電呢100蚊消費券計劃雖然金額唔係天價，但係覆蓋面廣，影響力深。由今日開始，大家要做好準備。第一，檢查自己嘅中電 app 係咪更新到最新版本；第二，留意家中長者有冇收到相關嘅通知信件；第三，諗定2026年3月27日嗰日攞到呢100蚊之後，去邊間心水小店支持下。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雖然生活有時會覺得幾艱難，電費、水費、租金壓力大，但係社會上總有一啲細微嘅幫助會喺適當嘅時候出現。中電呢100蚊可能只係冰山一角，但係佢傳遞咗一個信息，就係企業同市民係可以一齊渡過難關嘅。2026年，我哋一齊努力，一齊慳電，一齊攞盡呢啲社會福利。記得分享呢個消息俾你嘅親戚朋友，特別係嗰啲住喺九龍新界嘅街坊，唔好俾佢哋錯過咗2026年3月27日呢個領取好時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2026年其他公用事業嘅優惠，或者政府仲有冇其他消費券準備推出，一定要密切留意住最新嘅資訊。因為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邊個掌握得快，邊個就係贏家。100蚊可以係一餐豐富嘅早餐，亦可以係一個溫馨嘅下午茶。2026年3月27日，我哋喺商戶見，一齊用好呢100蚊，一齊為香港嘅小商戶加油。講到尾，呢個計劃嘅成功，唔單止係睇中電派咗幾多錢，更加係睇我哋市民點樣去配合。如果你平時冇乜點用過中電個 app，2026年就係你轉型嘅一年。電子化唔單止係為咗攞個100蚊，更加係為咗以後查電費、慳電都可以一目了然。2026年3月27日，唔好忘記呢個日子。100蚊消費券雖然少，但心意大，大家記得去領取啦。我仲想補充少少，關於2026年嘅消費券商戶名單，其實係會不斷更新嘅。如果你係商戶，你都想分一杯羹，其實而家仲可以去中電個網頁登記參加。對於消費者嚟講，2026年3月27日之後，你可以喺中電個 app 入面地圖功能
揾到你附近邊間鋪頭收呢張券。呢個功能真係好正，唔使你周街揾標貼。科技改變生活，2026年嘅香港派錢都要派得有科技感。再提醒一次，2026年3月27日，2026年3月27日，2026年3月27日，重要嘅日期講3次。呢個日期係你可以正式使用嗰100蚊嘅大日子。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未知，快啲轉發呢段內容俾佢哋。我哋要確保每一個有資格嘅中電用戶都能夠喺2026年順順利利咁攞到呢100蚊，開開心心咁去消費。雖然今次係講中電，但其實2026年成個社會嘅氛圍都係鼓勵緊社區共融。中電消費券只係一個引子，背後係希望大家多啲去附近嘅街市、小店行下。2026年嘅香港需要呢種人情味，所以3月27日攞到券之後，帶埋阿爸阿媽去附近嗰間開咗幾十年嘅茶餐廳，叫返個常餐，用呢100蚊消費券埋單，順便同老闆吹下水，呢啲先至係真正嘅香港生活。好啦，講咗咁多，希望大家對呢個2026年3月27日可以使用嘅中電100蚊消費券計劃有晒全面嘅了解，由背景到細節，由資格到技巧，我都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記住，2026年係充滿機會嘅一年，只要我哋細心觀察，周圍都有好多着數等緊我哋。呢100蚊只係一個開始，2026年仲有好多精彩嘅福利同消息，我會繼續同大家跟進。如果你對領取過程仲有乜嘢唔明，或者你想知邊區嘅商戶最抵用，甚至你想分享你以前用中電消費券嘅趣事，隨時都可以同身邊嘅朋友討論下。2026年3月27日，我哋一齊準時領取，一齊精明消費，唔好俾呢個突發嘅好消息喺你手中流走。大家一齊加油，2026年一定會更好。我想問下你有冇下載咗中電個 app 啊？如果未嘅話，而家就去下載定先啦。咁樣去到2026年3月27日嗰陣，你就唔使手忙腳亂，可以第一時間攞到嗰100蚊消費券啦。